榮格認為，人一生嘅目標唔係追求社會定義嘅完美，而係追求完整。陳女唱到：我不想按坊間的稱苦追優成，嗰台稱其實就係榮格所講嘅人格面具。咁係我哋為咗迎合社會期待，為咗喺他人眼中顯得成功或圓滿而戴上嘅假面。如果你為咗贏得稱上嘅優勝而必須扭曲壓抑真實嘅自己，嗰種勝利只會讓你離內心越嚟越遠。而嗰句若我得半個，亦有一半未覺醒，精準咁對應咗榮格對陰影 shadow 與潛意識嘅睇法。我哋之所以覺得唔完整，往往係因為我哋仲未整合嗰啲被自己忽視壓抑嘅部分。與其喺一段關係中尋找另一半，陳雷選擇咗另一條路，擁抱我嘅不確定。喺榮格眼中，呢個就係同內在自我和解嘅過程。我不必急住去定義我係邊個，亦都不必急住去符合別人嘅標準。我允許自己係不確定嘅，我允許自己係渺小嘅。因為當我唔再為咗別人而活，我先至真正開始咗自性化嘅旅程。呢一種平和而恬靜，係當你終於唔再需要外界嘅稱嚟衡量自己時，